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係呢一張圖片。呢一幅圖好耐之前我已經睇過，而且亦都好深刻。如果冇睇過嘅人，可以畀10秒你望一望，諗一諗。10秒已經過咗啦，唔知你諗到嘅會係啲乜嘢？如果你企出嚟睇黃色呢個數字，你就梗係知道唔同方向睇嘅嘢，呢個黃色嘅數字都係唔一樣。但如果你係圖裡面嗰個粉紅色嘅女孩子，你睇到嘅一定會係講呢一個係個9字，而調返轉你係藍色呢個男仔嘅時候，你睇呢個黃色嘅數字，你一定會係講呢一個係個6字。一路嘅爭拗，呢對男女睇嘅嘢都唔會有所改變，直到呢兩個人願意踏前一步去睇對方睇緊嘅嘢，企喺對方嘅角度同埋觀點去睇呢個數字嘅時候，先至會發現原來對方睇緊嘅同自己睇嘅原來係唔一樣。有時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就好似剛才睇嘅圖一樣，你企喺自己嘅角度睇嘅係一件事，當你願意企喺人哋嘅角度睇，可能睇嘅又係另一件事。無論情侶、家人、上司、同事，或者人與人之間嘅相處，會唔會都係一樣？會唔會去多啲試下體諒，試下學習，去企喺對方嗰邊？你會發現真係會有啲嘢係唔同嘅。